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3代娇娇。3月份带黄天宇去的，现在还是去毛干啊。等一些想到谁写的着？故事讲，你得了3个头发够气。你早来了，刚才我还在琢磨呢。我要来得早了，到哪里去凉快凉快？你是应届毕业生啊？哎，对，就是做关于黄天元的课题。对，那你对黄天元的来龙去脉知道吧？黄天元高团大王，海棠糕啊，梅花糕啊，月饼啊。90年代之前的黄天元是不买这些东西的。我小时候的黄天元卖的东西躲在这个角落里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。这个一排除的地方呢，以前也是柜台，卖冰霜的，1毛5分钱一杯。现在这个黄天元是面目全非，本末倒置了。送人家上海人侪要吃个嘛，深圳人连着点酱色一样，那一样个等于牛丸鱼个点个叫了4块的呀，一道句。那个没办法，这牌子要送人个这牌子。我基本上不吃的。为什么上海人买的多呢？因为他们不知道苏州真正好吃的糕在哪里。崇明人、启东人那个地方就喜欢吃这个东西。真正的上海城里面没有上海人，都是苏北人，他们不吃这个东西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这家黄天元，它的定位就是为外地人开的。那我现在先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哎，你打伞好了，我知道你细皮嫩肉比较金贵，我呢就是不喜欢打伞的。没事，你打你的烧了，我涂防晒霜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搞错了，我儿子是96年，你是97。哦，那不对了。哦哟，儿子个岁数啊错他，看见只美女了，上去眼睛门子一亮。哎，你帮个忙，给我拿一瓶水，我是自己灌的，便宜，你知道吧？你90后，我70后，哎，你们是没有过苦日子啊，我是从小苦出来的，我是做代购的呀。我看到，我每天要制很多的糕。你买的什么牌子糕呀？这不能告诉你，是商业机密。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都是黄天元的。该说之内我们拿谁产品？我姿态散脱，衣裳散脱，通通散脱。我们等了大概有半个小时了吧？等一会儿你会发现，我们等车的时间比坐车长。哦哟，千呼万唤始出来呀！公交车老向下来着，妹子啊，你到了到不得完，应该是前面一站下的。走，横道线，他们停了啊，谢谢你。上海市肯定都让你的，无锡是根本不让你的。苏州就是折中，能不能让你看你运气。现在我带你去黄天元的发源地。实话告诉你，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的。为了配合你做这个调研嘛，我是做了点功课。会不会是这一座的啊？看看，如果是古桥的话，它这上面应该有名字的。崇祯官桥，不是，赶紧走吧，太热了，到前面去看看。40老街混出来寻钱。然后呢，我问个姓子话，还有一种姐姐都听见的。西边啊，西边那座不是的呀，什么宋贞官桥呀？三塘街那里。三塘街啊？护城桥那边。要不要去啊？都可以。不是都可以吧？你怎么退缩了呢？我都没退缩了。你不是要写论文的嘛？啊，你不是还要研究生毕业的嘛？我都退休了，我都没退缩啊。要不我们先去吃点什么？吃汤包，然后再吃。那正好顺路呀，不用走回头路，先补充一点能量。因为我看他那个照片上拍的，好像就是这边。苏州的古桥，你看着都差不多。我小时候这两边都是人家，也不是门面，为什么会卖水晶舞店，还是一个谜。福田桥在那一头哈，对，往那边。哎，我们刚才是那边过来，那边说在这边呀。这个叫虹桥，陆亭桥就是在前面一个，也像这个拐角的一个小桥。所以说现在有点搞不清了哇。搞桥，上这人来的拿到的，该接的。过了这座桥呢，就是西中市了。20世纪初，苏州最繁华的金融中心，有24家银行集中在这个地方。我外婆的娘家就在这里。哇，这里吃的店开始多起来了。